劏房唔單止係地方細同埋租金貴，部分仲涉及多類型嘅違規改建、電線同埋渠管亂駁等等嘅問題，構成樓宇結構、消防安全同埋公眾衛生嘅風險。條例草案對合規嘅簡樸房定出咗8大嘅最低標準，部分人質疑相關嘅標準偏低，但係我希望大家都要理解，政府係有必要以循序漸進嘅方式去取締劣質劏房，以避免令到大量嘅劏房住戶咧流離失所，以及因供求嚴重失衡而導致劏房嘅租金飆升，影響數以10萬計嘅住戶嘅生活。唔少人都會擔心今次立法會否迫使更多嘅基層市民轉為租住居住環境同埋安全水平往往更差嘅工廈劏房。政府一方面要加強執法，另一方面亦要認真咁樣思考點樣解決工廈物業過剩嘅問題，點樣促使相關嘅業主合法地將工廈改裝、改建以至重建、改劃更為符合社會同埋經濟發展需要嘅用途。政府應該將香港嘅房屋政策同埋市民嘅居住質素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包括更積極咁鼓勵同埋協助市民自置居所，促進基層市民自力更生及向上流動，減少因為希望入住公屋而刻意躺平、指望長期依賴政府嘅心態。